早晨啊，大家，我係文藝偵探。咁今日我又會再次做一個好電影推介。我而家做緊個系列呢，就係我係會為大家推介6套非廣東話嘅電影，我中意嘅電影，再推介多4套廣東話嘅電影，再推介多2套動漫，加加埋埋總共12套嘢。咁今日係今年好電影推介系列嘅第2套戲，我就係會講保羅·湯馬斯·安德遜嘅大師，或者英文叫做 Paul Thomas Anderson， 導演叫 Paul Thomas Anderson， 套戲嘅名叫做 The Master。呢一套戲係一套美國嘅電影，係2013年嘅作品。咁我覺得如果你係一個超級電影迷，其實你對保羅·湯馬斯·安德遜嘅知識應該唔少。咁但係如果你係不嬲都唔係睇好多戲，而係好有興趣去睇多啲電影，去廣闊你嘅視野，我係極力推介呢個保羅·湯馬斯·安德遜嘅電影。而因為佢嘅中文名太長，咁所以我以後會叫佢 PTA， 因為 Paul Thomas Anderson PTA。OK， 咁 PTA 係美國現代電影史入邊其中一個最重要同埋最有成就嘅導演。佢由90年代直到而家，直到今年，佢都係拍緊戲。其實佢今年年尾會出一套叫做《One Battle After Another》嘅戲。我係非常之期待嘅，但係我個人最中意嘅 PTA 電影呢，就係大師 The Master。咁我揀呢一套戲嚟到推介其中一個原因呢，係因為我覺得呢一套戲係文藝片嘅入門電影。如果大家你睇緊呢一條片，你睇緊我而家呢個影評嗰陣時候，係仲唔係真係 get 到文藝片，但係真係好想要投入多啲，好想要睇多啲。我覺得 PTA 嗰啲戲係文藝片嘅入門電影，而最入到門嘅戲就係大師，因為呢一套戲實際上唔係真係太文藝，佢用嘅手法、角色、場景唔係真係話太難 get，但係同一時間咧，呢套戲好多嘢，佢嘅結構、佢嘅題材都係唔係好大眾，正正喺中間。咁所以如果你睇呢套戲，而你係覺得好好睇嘅，好啱你嘅口味嘅，咁我就再更加極力推介你睇多啲，再慢啲，再實驗性多啲嘅文藝戲。咁講下 PTA 佢呢位導演嘅手法先啦。佢早期90年代嗰啲戲佢都係專門將啲好經典嘅美式笑片嘅格式變成一啲好大型嘅 drama，例如1997年嘅 Boogie Nights， 或者1999年3個鐘頭長嘅 Magnolia 木蘭花，甚至係2002年嘅浪漫笑片 Punch Drunk Love， 佢都係非常之，佢係用翻啲80年代、90年代、70年代嘅美式電影荷里活嘅方程式嘅工程式，再令到佢變成大型嘅戲，而佢專門嘅手法咧，就係佢唔針對佢嗰啲戲嘅故事精唔精彩，而佢更加針對嘅嘢就係人物角色同埋場景嘅氣氛。咁所以睇佢嗰啲戲都會有種好特別嘅味道，即係有種好濃郁嘅人情味同埋風格。有啲人睇戲就係淨係睇娛唔娛樂性、精唔精彩，但係我覺得一套戲入邊有時你係要為咗角色同埋場景嘅氣氛而犧牲佢嘅娛樂成分，而我係覺得係非常之合理嘅一個做法。咁佢後期嘅戲咧就開始有啲變動，有套2007年嘅 There Will Be Blood 黑金風雲。咁呢一套戲係優雅啲、夢幻啲、慢啲。我睇緊呢一套戲嗰陣時，我覺得好似讀緊一本小説。而 PTA 後期嗰啲戲嘅節奏都係好穩定，啲角色衝突唔係好明確，
但係你睇完套戲係覺得好有意思，同埋好有後勁，即係話好似係台灣有種講法就係飲酒好有後勁，一開頭唔醉，但係之後突然間 feel 到好醉。我覺得 PTA 嗰啲戲都係有呢一種嘅 effect。咁2013年嘅 The Master 都係同一樣，但係佢嘅手法係比之前嗰啲戲更加含蓄。而呢套戲個兩個主角啦，或者主角同配角咧，一個就係叫 Freddie Quell，演員係 Joaquin Phoenix，而佢就係呢個大師學生嘅關係入邊所謂嘅學生。另外個配角就係 Lancaster Dodd，個演員就係 Philip Seymour Hoffman，係我其中一個最中意嘅演員，而佢就係正所謂嘅大師。咁 Freddie Quell、Lancaster Dodd，學生、大師、僕人、主人、病人、醫生，我好中意嘅嘢就係 PTA 點樣透過呢兩個人嘅關係嚟到解剖宗教，而呢一套戲所講嘅宗教唔係淨係基督教定係佛教定係乜嘢。咁首先個故事係喺50年代發生嘅故事，而係講 Freddie Quell 主角。佢當時係啱啱做完軍人，啱啱做完士兵，啱啱當完兵，佢就冇嘢做。佢嘅人生就係好漫無目的、顛沛流離。佢淨係想要做嘅嘢就係屌人同埋殺人，就係性同埋暴力。佢係一個動物，而佢就係咁啱喺人生嘅低谷嗰陣時候，就撞到呢位大師嘅角色。而呢位大師就係完全相反，佢係又着件好靚嘅恤衫，好靚嘅鬚，佢又成班人一齊坐船，又去呢個地方，又去嗰個地方去宣傳佢自己嘅宗教。而呢一個宗教唔係任何宗教，而係山達基科學神教，英文叫 Scientology， 係一種新宗教運動，而好多人都會列呢一個宗教為邪教組織，因為實際上呢個宗教係首先係一個非常之現代嘅嘢啦，即係我唔係講緊基督教、佛教都係非常之古老，由好耐之前傳到而家嘅一個嘅宗教組織。另外就係 Scientology， 佢講嘅好多嘢都係實際上係假科學，即係話例如果你合埋眼，你被催眠，你會突然間去你嘅前生後世，又唔知點樣穿越時空。又唔知點樣揾到你祖先嘅記憶，即係話好多假科學嘅嘢。但係 anyway， 我覺得如果大家想傾 Scientology， 可以傾好耐。而呢一個所謂嘅邪教組織係好複雜，好多嘢發生緊嘅。但係 anyway， 主角 Freddie Quell 大師呢兩個人就係呢一套戲入邊就不斷咁互動啦，有衝突。又有時有相愛，有時又再衝突，有時有相愛。但係呢兩個人嘅關係不斷咁樣變化，你係睇到呢個宗教係點樣運作。咁我一開頭呢一套戲就用一個 montage 做開始，我係非常之中意，因為就係透過呢個 montage 我哋見到 Freddie Quell 呢個人個角色，佢中意做乜嘢，佢中意食咩，佢中意飲乜嘢酒。而我覺得PTA 就係因為咁樣咧，可以睇到佢點樣精心細緻咁樣鋪排每一場戲。有啲戲係30秒長，有啲戲係10分鐘長。而呢一套戲係用65mm 菲林嚟到拍，非常之靚。我聽我 friend 講係冇調過色嘅，係就咁用菲林拍，拍完咧就沖個底片，跟住剪，跟住就印出嚟。就係咁，好簡單。而呢套嘅剪接我都係覺得係一流。我其中一場戲我係最中意就係叫 processing， 而 processing 係呢個宗教其中一個活動咧，就係個大師質問個學生，而大師一個角色就質問 Joaquin Phoenix、Freddie Quell 呢個角色。一開頭好似好搞笑。一開頭好似好低能，但係你見到個大師越質問越逼壓呢個學生嘅角色啊，
你見到佢開始透露一啲佢一直都想要冚住嘅嘢，你見到佢嘅情緒又爆發，又想撳低佢，又再爆發，又想撳低佢。呢場戲唔單止係演得非常之好啊，仲要係佢個 dialogue，佢嗰個唔係旁白，佢嗰個對白，佢點樣上上下下咁樣寫出嚟，係我係覺得真係唔係所有導演係做到。You regret this? No. Where's your mother? I don't know, Looney. Infringement. 我覺得呢套嘢好似一個洋葱咁樣，因為一層又剝另一層，又剝另一層。我記得我第一次睇呢套戲嗰陣時候，我係真係唔知睇咗乜嘢，但係唔知點解我睇完呢套戲之後嗰幾個禮拜，我都一直喺度諗起呢套戲，究竟發生咩事？究竟點解咧？跟住後嚟，我諗2-3年前，我喺戲院再睇多一次，我係覺得係簡直係神作嘅，基本上。但係好多人都會形容呢套戲為意識流嘅電影啦，或者好似意識流嘅小説，因為我睇緊呢套戲嗰陣時候，一場接下一場接下一場，好似意識嘅流動咁樣，而結局係好夢幻、好含蓄，唔係好 make sense，但係你會 feel 到有嘢係好有後勁。咁我就講到呢一度啦，我非常之推介呢一套戲，我會俾 PTA 嘅大師10分。好，大家睇過呢一套戲未？ Comment、Like、Share，多謝收睇，後會有期。